各位朋友，我係世紀21裕田地產蔡生威文，而家同各位介紹啲筍嘅放售盤係大埔中心，單位係第二期合共有2座，有448伙，入伙日期係1985年，發展商係新鴻基地產，實用面積分別由299尺到313尺。大埔中心第2期交通方便，近大埔巴士總站，只需行3至5分鐘。民生設施應有盡有，附近有好多食肆、銀行同埋大型商場。小學校網係84，中學校網係大埔區。而家介紹呢個筍嘅放售單位，實用面積299尺，2個房。事不宜遲，我同各位參觀呢個筍嘅放售盤。首先，我哋睇睇呢個單位嘅廚房。業主提供咗煤氣煮食爐、抽油煙機。我哋睇睇呢個單位嘅大廳，大廳正方形，廳窗開揚嘅，有一部冷氣機。我哋睇呢個單位嘅洗手間，洗手間係有窗、名廁。業主提供咗一部煤氣嘅熱水爐。單位有2個房，我哋首先睇睇嗰個主人房。主人房大概有45尺，提供咗一部冷氣機。另外有一間客房，客房都係有冷氣機，兩邊都有窗。房窗開揚，望到吐露港。各位朋友，如果邊位對呢個筍嘅放售盤有興趣嘅，麻煩聯絡世紀21裕田地產，世紀21裕田地產。多謝各位，多謝。